铁板上考验的是对时间和空间的匹配。希尔艾丽的叔叔开始现场教学。铁板上的火力分布并不均衡，中央火力最旺，羊肉先在这里完成从内到外的成熟，再迅速将缸子转移到周边，小火慢煨。肉质很嫩，要软烂。让每一个缸子在最合适的时间出现在最合适的位置。重点是，你要同时操控100个缸子。当脑子告诉你说“我会了”，而双手会告诉你“不，你不会”。太烫了，烫手。对。尝试了几次的希尔艾丽终于意识到，理论知识并不能帮他同时操控100个缸子，这需要数十年的经验和摸索。我干不了技术活，一塌糊涂。距离真正接手早餐店事业，或许还需要漫长的学习过程。